相见，我化作青叶，轻抚过脸，换一句离歌，是否诀别？化作冰雪冻结阴绝，金色断了线，辗转思念，却为此相相约。解不开的事情缠千结，不愿泪别红颜。贪恋红尘风月骤如烟，来世只若初见。只愿再见念你我，再续前缘。只愿再见念你我，再续前缘。飞，多无谓落花偏爱东流的水一场空好似。陛下，我怕天之上会去。待会儿我会让中书省拟诏，封你为大圣正君。不必了。什么不必？陛下，昨夜我便说过，以身报恩，只是为了报答陛下的救命之恩。蒙陛下亲言许以正君之位，白泽感激涕零。不过，我早已厌倦宫中的尔虞我诈，陛下还是另寻良配的好。你的意思是，昨天的一切对你来说，只是拿身体报答我？白泽，你是不是跟我说笑？白泽只是为了报恩，别无他念。我拿真心对你，一心把你当爱人看待。你当我什么？贪图你身体的嫖客？
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是留在大圣做我的正君，我们好好相爱，你说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；但是如果你要自甘堕落，就给我滚出皇宫！你想清楚了，这次如果你离开皇宫，那便是与我恩断义绝。下次你再来找我，我便当你是来卖。要什么东西，就用身体来换。陛下保重，山长水远，今生不见。邻国太子，你可愿入朕后宫？你好好考虑。今夜白泽，是你的。陛下保重，山长水远，今生不见。圣国皇帝对殿下真是一片真心呀。生在帝王家，真心可贵，更可畏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臣终于见到您了。陛下，刺杀邻国太子的刺客是邻国三皇子的人，白石也是死在他手里。看来三皇子的太子之位做得还不够稳。哼，杀了吧，人头给三皇子送回去。是。陛下，质子白泽夜叩宫门，跪求面圣。白泽，是。他绝对不会轻易回来找我的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陛下，我愿意做你的正君。你把我当什么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玩物吗？若你不想让我做正君，策军选士，哪怕南宠灭首都可以。住手！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只是依照您的吩咐，想用自己跟你换一样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兵权。
关发生了何事？啊！三皇子急于上位，我圣上和皇后的毒药里放了剧毒，如今已经篡位称帝了。殿下，你一定要重掌权柄，为先皇先后报仇。邻国大好河山，绝不可落入误导暴君之手。三皇子多次暗杀我魏国，竟然丧心病狂地毒害我的父皇母后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求陛下借我兵权，让我回去替父母报仇。兵权乃是大事，我不能擅自做主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你的身体不值得我出兵邻国。我的身体不值得。